好来，继续来看的是这个国民党甲民众党的党主席朱立伦甲黄国昌早起来举行着在野领袖峰会，讨论的内容有反罢免，甲4月26日凯道大游行。那台北市长蒋万安提出的祷告，双方嘛有共识，认为祷告无法度解决根本的问题。行政院长杜英泰要到立法院施政总质询进前，接受到访问，伊是来呛讲，国民党的副主席连胜文即摆当伫中国咧访问，去咧甲独裁政权伫握手拍招呼。但是朱立伦伫这个时阵讲要战独裁，讲迄个政党的形象已经是模糊未清楚咯。需不需要拥抱一下？无希望阁发生军阀之乱，朱立伦主动加揽一个要化解南北为难。在野两党的主席头一摆公开会面，要合作对抗罢免。民进党每天都在喊大罢免、大成功，可是当人民的经济是大失败、大萧条的时候，输的是台湾人民。政党的利益、个人的利益，在此时此刻都应该要先放在旁边。南亚内部有提出祷告的建议，随着黄国昌的表态，成案的可能性真低。祷告救不了台湾，也没有办法解决现在真正想要专制独裁的力量。卓荣泰只不过是个稻草人，今天有卓荣泰，明天有李荣泰，后天有王荣泰，真正需要下台的是赖清德。就算祷告已经无啥可能，南军议员对白赢有所期待。特别在这边也跟国党主席邀请，我想4月26号，有人说他是谁的主场，我说是人民的主场。我会代表台湾民众党参与凯道人民的集结，不是在野党的怒吼，我们发出的是人民的怒吼。由国民党主办的4月26日凯道游行，为了无要让白赢变成小难的困境，拢无分谁的主场，是讲杜英泰敢若针对国民党。但是他的副主席都是跟独裁政权寒暄握手、高谈阔论，一个政党的形象已经非常的模糊了。不过在野革命已经是必然，我们共同开拓一个平台，让这些声音都可以进来，不但在国会可以合作，将来在地方也可以合作。这款合作就看有偌济支持者。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